已经掉了，我们现出去。而且刚刚试着也努力这样子归纳，而也不未必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左半脑是管理性、管理解、管记忆。或许我们的左半脑很强，可是我们右半脑却很少用。右半脑是管感性，是管感情，是管感觉。当我们已经对社会很有感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右脑已经启动？当我们已经很没有爱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右半脑已经这样化了？所以，怎么样让我们既是一个能够理性思考，又能够充满感性的人？因为理性那是有记忆，感性是有敏感。所以，怎么样子？不只是用理性去说服别人，而要是用感性去感动别人。那这个恐怕是我们都要一起来修的功课。那这本书里面讲到，你想疗愈别人，你要先疗愈自己。所以，一个没有疗愈自己的，他是没有办法去疗愈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这堂课，让我们一起来自我疗愈。或许我们内心都曾经有些创伤，包括对我们的重修。乃至浅显，乃至同修，乃至后学，我们内心很多有些不满，还有我们在我们不要知道什么，内心我们多少都会有那我们怎么样的去疗愈这个区块？那事实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投射作用，刚刚或许有讲到投射，我们怎么样把投射出去的不满给拉回来自己的身上？投射它是外在规律，问题在你才会投射，对吧？你不认为问题是你自己，所以你的是非就这样来了，我们的争执就这样来了或者常常说是非是非，是因为你非我是，你才有是。假定我们换个角度看，清理掉自己那个是非的观念对待的心，那时候变成把那个我是，假定你能够有更高度的修为，那就变成我非一是。那就刚刚雅琪所讲，我为我自己负责，那是我一起。是我一起，那就是我非一是，这样是非才会形成，人的怨恨才会形成，世界才会和平，宗教才能合成。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外在归因，外在归不仅自己，我假定或者人与人有什么争端，看现在天使部、地理部要办对不对？所以不要外在归因了，外在归因不仅。所以或许像我们说的，就是改变，各位朋友一起说，改变从我开始，这样子道场就有希望。因为改变从我开始，那种正能量，从过去无能，我很困惑，我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困惑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把焦点摆在周围。这个人不配合，那个不配合。可是从系统理论的来讲，不是这样的。系统理论是改变从愿意改变，那人开始。所以我们虽然强调家庭智商效果比较好，可是当家人都觉得他没有问题，而你才是问题者的时候，你怎么办？最后那个人来接受智商，他是改变的。所以智商中的一小步是这一个智商外的我们是能力者，家庭系统里面是。所以你一怪太太不配合，先生不配合，孩子不配合，那就是负面，那个始终没有化解问题。
啊。那最后我想讲的就是现象学的角度。我非常喜欢现象学，现象学是人本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学派。现象学，现象学告诉我们是人有一个现象场，而我们那个现象场看出去就是那个现象，那个就是我们刚刚雅琪跟我讲的记忆。我们累积了很多自己之前的知识，而不一定是智慧，而那个形成我们的有色眼镜，我们看出去就是那样子，在心理学上这个现象。所以心理学家先让学派的心理学者告诉我们，你要相信他说是真的，因为他就认为他是真的，因为这样可以很懂。就好比我常常举个例子，3场看戏，那个眼睛瞎的，他就会说，哦，这电影《阿凡达》，哎呀，配乐真好，只可惜黑都我误。那个耳聋那个就说，哦，那个《阿凡达》声音真好，很可惜怎么配的音乐。然后另外一种翻译口的就是说，哎呀，音乐也很好，声音也很好，但是始终有一个缺点，这个舞台专业。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过去我们的真实。所以这些投射出去，这些现象场，所以或许现在大家讲时间，关系移动的时间，这样了解吗？移动的时间呢？你怎么证明？这样了解吗？它表面上可能以一个保鲜布看一层纸，但是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它背后有什么？我是只为你看的，因为我是你的部属，我唔敢给你评审的，对，那个不是真的啊。好，那我想现在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啊。刚刚雅琪讲临极限的先导理嘛啊，或许也跟大家讲到那个，其实临极限跟这个心理治疗 IT 它可以做一个比较啊。那个 IT 它讲到的就是这个要处理要驳斥当事人不合理的信念，让它去调整。那可是临极限在告诉我们从自己的身上，那么努力去驳斥对方啊，因为你要相信它是真的。那刚刚或许有讲到一些自我防卫实际上自我防卫好像在保护自我，也是会让你变得比较脆弱。我们经常会合理化自己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其实不是最脆弱，是最勇敢的。所以临极限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真相啊，勇敢去面对。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比较压抑，那也比较合理，因为合理我们就是害怕面对真相，所以我们就把它合理掉。那其实那个合理是同意的，不要去投射给别人。所以要学会自我觉察，学会清理自己，这样才有办法增加自知之明，也才能够最后能了解自己。渐渐的，我们修炼到最后的一个标准，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自我啊，那么经常觉察。那当然，后天法 IT 叫夺自己的不可的信念，然后先天法临极限叫清理自己啊。好，那最后，因为我们相信提供我们一些例子啊，比较临极限的例子啊，你这样可以在这里回去就可以临极限了。是这样子，这还有不少章呢哦。这样子我们正确理论来讲，请你去花5章啊。正确5类啊，因为时间所限嘛，时间给我听。那等一下这个讲一句话，你听临极限心得就来一章啊。我听讲是另外一个。那讲一句话就是临极限，你听完又有什么感想？不为我一句话就从头到尾都放弃啊，一句话就有篇子。好，谢谢组长啊。来，还有吗？来，请同学。好，我鼓掌。来，魏姐，她当先举手来。哦，好，来，再来后面，后面先举手，后面来，这是你先举手。
谢我爱你，他就得到了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4句。他来这边。谢谢你的分享啊。没有了呀。OK， 那这里还有33张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那你们等一下要的可以跟点燃师报告心得，就可以拿走。好 ，OK， 那或许这期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支持这一点，后续跟雅琪机会，也谢谢大家的聆听。好，那我们今天听那个李泰山点燃师的零极限他就跟我们说到这里那接下来还有30分钟，那么也给各位浅浅来做一个分享有分享的就可以拿到这一本奖品刚才我们丽香姐姐到4楼拿下来的，当然这个在这里咱那个神元山嘛有咱若有就免摕那报，会当摕上去，因为这本互我望看。其实零极限这本册，互学查某囝阮真袂剩这个买册互学，他也买给后学。其实你看，所以我们才听一些专家说，咱听音乐，耳孔上紧入心听要入咱的心的速度上紧。你看走马看花看，你要增加印象。比较不那么容易。你像我看了零极限，我看过我知伊是一个心理治疗，非常神奇。小可，喂，为什么你现在有所以小心不要撞到了。都有电线还是电笔这边电线。因为他互我看过但是印象我做深刻的是第一4句话。我爱你，请原谅我，对不起，谢谢你。这4句话其实看了，互我初印象，互人感觉讲，原来咱比如讲咱甲人有一点意见无合的时候，还是讲我对伊人生气的时候，我讲这4句话是针对迄个人。原来咱今听了不是原来不是对你家己。那叫做咱的邪知邪见，就是你错误的一个记忆，错误的记忆。并不是别人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你家己。互我开始领悟了，嘛感受讲，其实咱家己找来受气，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就是对不起你的自身，对不起伊迄个南修博士所讲的神性，神性所以原来就是对不起你家己，不是别人对不起你，还是你对不起别人。这个就是咱今日听伊讲了，互我一个深深的这个感受互我感受讲，咱干部人才教育的课程，其实身为一个干部人才非常需要的一个正向能量。话浅浅讲都上班倒班倒来，太上这个课，因为其实这篇互我有看过，因为咱从我用咧优酷互我看。但是互我看的时阵，伊有足侪杂事嘛，万了要听电话，万了想要敲电话，万了要创啥，嘛是看印象无足深。但是因用心家己听了后，经过李泰山点燃师甲咱迄个雅琪小姐的分享了，咱应该更加有印象。比如说，互我有时间搁甲摕去看第2遍的时候，应该我更加有印象迄本零极限。